就是有的夫妻恩恩愛愛，有的夫妻咧就吵吵唧唧，到底就兩個區別。第一個係看伊兩生樣板相處，第二個係看伊兩人品性樣板講話溝通。唔看我哋好好戲嘅家庭，佢都係差唔多嘅。老公咧就有爭牙結，唔係老伴人生氣很多，小樣人即個伴樣。老婆咧就懂得準時為體貼，唔挑事。有時咧就吵落去好好溝通，冇事咧就切間牙死死的，安樣嘅日都好好嘻嘻，自然就好順。但係有的家庭咧，啲啲嘅事情佢就吵吵唧唧，有的咧就人一台上馬個出來拗，也拗唔樣就冷戰，計不卡冷冷閃閃，啲人都樣板過。但係好多人佢係看唔到自家，佢也唔願意去分享自家。只要係人嚟啥冇啲嘅善，嚟啥冇啲嘅缺點，呢個世界要極多完美人。所以兩個冇一切咩去比嚟啥厲害嚟啥錯，係要看兩者係咩熱心上送足到妹好好過日子，愛好好過日子鬼才將心比心，屁事談情，唔屁事上來就挨退一步。你看到挨錯火，你肯定冇上。家唔係講石頭呢個地方，佢係講愛嘅地方。要為慢慢講，要上要兩夫妻為一來一恩愛，日子也為一來一順。